歡迎大家返嚟井旁 Make It Happen， 我係傳道 Maggie。今次會同大家講下福音書裏邊嘅馬大。提起馬大，唔知你會諗起啲咩畫面呢？會唔會見到佢不斷咁樣騰嚟騰去，做依樣做嗰樣呢？呢啲咁勤力嘅人，點解反而又會更窮呢？想知嘅話就要睇晒條片啦。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幫手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 條片就可以更加多人睇啦。如果想了解下我哋嘅查經課程，歡迎以電郵聯絡我哋噶。我哋首先試下從約翰福音11章1至44節拉撒路嘅故事去認識馬大。故事嘅內容就話馬大同瑪利亞嘅兄弟拉撒路病得好犀利啊，佢哋就託人去請耶穌嚟，希望可以救返心愛嘅兄弟。但係耶穌遲遲未去，拉撒路就死咗啦。幻想一下，當時成個氣氛愁雲慘霧，兩姊妹一定喊到犀利啦，可能連講多句說話嘅氣力都冇，完全陷入晒喺哀傷裏邊。但係約翰福音11章20節，馬大聽說耶穌來了，就去迎接他，但瑪利亞仍坐在家裏。喺咁哀痛嘅情況之下，瑪利亞冇力去回應，其實都好正常啊。反而就對比出馬大係一個行動派，無論自己喺咩境況，都會好努力咁去回應身邊發生嘅事，仍然呢要堅持猶太人主人家嘅待客之道，出去迎接耶穌。亦可能係咁啦，唔少嘅聖經中文譯本呢都推斷馬大就係家姐。喺路加福音10章39至40節就將瑪利亞直接翻譯成妹妹啦。但係呢，原文希利文嘅翻譯呢，其實係姊妹啊。言歸正傳，馬大咁有責任心同咁積極，應該係好事嚟噶。不過喺路加福音10章38至42節裏邊呢，耶穌又唔係咁睇。故事嘅開頭呢，就話耶穌入到馬大條村啦，馬大梗係接待耶穌啦。猶太人款待客人嘅習俗好認真噶，又要攞水俾耶穌洗腳，又要預備嘢飲，又要預備嘢食，搞到馬大呢成頭煙。但竟然39節咁樣講，馬大有個妹妹叫瑪利亞，坐在主的腳前聽他說話。哇！馬大見到梗係火都嚟埋啦，比雷都火啦，係咪？所以40節，馬大卻為許多服侍客人的事心裏煩躁。他上前對耶穌說：主啊，我妹妹撇下我一個人服侍，你不管嗎？請吩咐他來幫助我。馬大認為去預備好多嘢去招呼耶穌就係最緊要，所以瑪利亞只係坐喺耶穌側邊，乜嘢都唔做，簡直唔可以接受，完全違反晒猶太人待客之道嘅。更何況啊，佢哋都稱耶穌做主啊，唔係更加要落力款待咩？馬大就好愛耶穌啦，相信要竭盡全力去服侍，越多呢就越好，耶穌一定會大大欣賞嘅。咦？咪住先，呢個諗法呢係咪好似部分信徒甚至牧者嘅諗法？如果你愛神嘅話呢，梗係要全力以赴，傾盡一切去侍奉啦。無論做到幾辛苦，幾咁有壓力，都要撐落去噶。因為馬可福音咁講噶嘛，佢12章30節就話啦：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去愛主你的神。我突然間呢諗起一個朋友嘅經歷啊，唔知你哋會點睇呢？幾年前有位做傳道人嘅朋友就轉咗去一間中大型嘅教會侍奉。依家教會呢有好多恆常嘅活動噶，所以呢，佢每日都係過住朝白晚白嘅生活。唔知係咁啊，每個星期呢都未必可以放一日假去唞唞啊。佢最後就頂唔順啦，向主任牧師去反映啦，得出嚟嘅個回應就係咁。
你要信靠神，你只要信靠神咪得咯，唔好靠自己啊，靠住聖靈去做就得噶啦。過咗冇幾耐呢，我呢個朋友成個人都精神崩潰，最終唯有辭職咯。其實呢啲好似馬大咁樣做到心力交瘁情況，係咪耶穌要求嘅呢？我哋繼續去睇下41節至到42節啦。主對他說：馬大，馬大，你為許多事憂心煩惱，但只有一件事是必須的。瑪利亞已經選擇了最好的一份，是沒有人能從他那裏奪去的。咦？耶穌唔認同馬大喎，咁樣耶穌意思係咪唔鼓勵信徒去侍奉呢？又或者耶穌認為馬大太着緊侍奉啦？但係又唔係啊，因為馬可福音14章1至6節裏邊呢，都記載過瑪利亞用一樽300個銀錢嘅純納達香膏去抹喺耶穌嘅頭上邊，而耶穌仲形容呢件係一件美事啊！喂，咁唔通耶穌覺得馬大嘅侍奉太過濕碎，唔夠瑪利亞嗰件咁貴重？嗱，其實謎底呢就喺路加福音10章40節上，馬大卻為許多服侍客人的事心裏煩躁。原來呢，心裏煩躁意思唔係話馬大做到好穩陣啊，佢嘅希臘文係 perisespato， 意思呢就係被分心、被拉走、心不在焉、負擔過重啊。換句話說，馬大本來呢就想透過服侍去表達對耶穌嘅愛，但係呢，佢因為太努力去追求服侍嘅內容啦，而分散咗喺耶穌本身嘅專注。嗱，雖然馬大稱耶穌做主啊，但係佢將成副心機同埋精力都放喺佢嘅服侍裏邊，佢將好多嘅事務去取代咗耶穌啊，佢咁樣只會離耶穌咪越嚟越遠咯。嗱，所以耶穌責備馬大唔係因為佢嘅服侍，睇返41至42節啦。耶穌係責備佢將焦點放錯咗啦，因為耶穌根本就唔需要馬大為佢做咁多嘢，而係希望馬大好似瑪利亞咁樣，只專注喺一件事，就係通過親近佢，從而認識佢。喺認識真理裏邊呢，就轉化自己嘅生命，接受最好嘅福氣。回應返今日嘅標題啊，點解馬大越忙就越窮嘅呢？因為窮係代表冇資源咯，冇力量，冇依靠，以致成個人都會散晒啊！如果我哋只係專注喺服侍裏邊，而忽略咗自己同耶穌親近嘅時間呢，咪就係好似一部掹咗插蘇嘅手提電腦咁咯，只可以用呢裏邊嘅內置電池，唔會有好多力量捱得好耐啊！好似頭先我講嗰個傳道人例子啊，佢越多侍奉呢，就越冇力。但係最諷刺呢，就係牧者話佢：喂，你靠住神去得力咪得咯？喂，但係佢根本呢，連唞下嘅時間都冇喎，連祈禱都冇力，咁點靠啊？馬大愛耶穌嘅方法呢，就好似一啲父母愛仔女一樣，都係錯晒重點啊！父母好辛苦去搵錢，希望仔女生活過得好啦。但係呢，又因為咁樣，佢哋呢就冇乜時間同仔女一齊，關係就越嚟越疏離啊！真係唔少信徒都會覺得侍奉越多就越好喎。你又會唔會同佢哋一樣呢？不如又咁樣諗下，侍奉為你帶嚟滿足定係重擔啊？侍奉令你親近神多啲，定係遠離神多啲呢？究竟你侍奉嘅目的又係乜嘢？多謝大家睇晒我哋呢條片啊！如果開始未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嘅話，麻煩而家幫手撳一撳個掣。下次我哋再見，拜拜。